原是客停车，不是笑甲，就是舞厅，饮酒跳舞吃宵夜。 若予阮太太知影，甲会无生命。不是爱风凉，实在是歹命，无得行的。 就是大稻埕，乌鸟陪伴阿狗兄。有一日太太若知，阮着开嘴叫阿娘。世间的美丽小姐，就是阮生命。天下间的女性，啥人会了解阮是歹命的阿狗？